第一個獎就冠軍見習騎師啊！我哋即刻請出頒獎嘅嘉賓啊！呢個名銜大啦，你知唔知邊個啊？可以話係香港騎師之中嘅典範。我諗都唔止香港騎師嘅典範啊！佢係世界騎師咁出名嘅。咁就係話我哋香港賽馬會訓練出嚟嘅第一屆見習冠軍騎師，亦都係我哋香港好多屆冠軍騎師。佢策騎嘅馬匹多過4406場，如果贏嘅馬匹，馬會就話俾我聽790幾場。但我正話喺後台我講話，我連埋外邊有啲好細嘅陣營嗰啲，我超過成1000場㗎啦。哇！犀利！大家都估到係邊個啦？我哋有請我哋嘅冠軍人馬告東尼。咁當然亦都由我哋嘅天后彭麗一齊陪同做頒獎嘉賓啦。有請兩位。東尼你好，彭麗你好。咁啊，第一個獎由你頒咯嚇。我哋睇下，好啊，宣導出嚟睇下第一個獎邊個得到先？冠軍見習騎師係曾錦全。恭喜晒曾錦全！曾錦全今年20歲，喺今季佢參與咗199場賽事，贏得19場，今次獲獎真係令佢增添鼓舞。恭喜曾錦全！我哋請告東尼同我哋頒發。咁啊，Tony講翻兩句啦，係嘛？你做大阿哥，曾錦全，恭喜你做冠軍見習騎師啊！我睇你有天分啊，希望你有一日咧，你做代表香港馬迷啊，好似我咁樣代表香港做冠軍騎師啊，睇晒你㗎啦！好嘅鼓勵。咁我諗你講一講你得獎嘅感受同心得啦。我多謝。唔使緊張。我多謝我師傅方玉麟先生俾好多支持我啦，同埋其他練馬師俾我嘅支持，先有今日嘅成績。OK， 好謙虛嘅細路仔啊！希望你贏到一頭馬，包括專贏在內。Thank you。